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5篇第8节到13节，阿摩司书第2章第6节到16节，歌罗西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奥秘。许多传统宗教的人非常害怕进入教会，即便是如此，但是还是有人每次经过礼拜堂呢，就会双手合十的拜一下。其实他们在拜什么，相信他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是抱持着多拜多保佑的心态，他们还是会拜一下。教会、礼拜堂，甚至基督教信仰，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可能是神秘的。他们不了解基督信仰救恩的奥秘，因此总是存着畏惧的心来面对。记得以前服侍的教会有附设幼儿园，那些一般宗教的家长，特别是那个阿公阿嬷，送孩子来学校，一看到我就会说：“牧师啊，我们只是上学，不是要来入教。”他们先说了，免得到时候被拖进去入教。基督信仰救恩的奥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，那就是要全然的顺服。如果没有办法顺服的话，就会招致上帝的惩罚，如同以色列人一样。阿摩司书第2章第6节到16节这样的提到当时候的北国以色列人。上主这样说：以色列人再三犯罪，我一定要处罚他们。他们贪图钱财，贩卖老实人，把无法偿还的穷人以一双凉鞋的价钱卖给人做奴隶。他们践踏平民，推开路上的穷人，父子去跟同一个神庙娼妓，睡觉，侮辱了我的圣名。他们竟敢在祭坛旁用穷人抵押给他们的衣服当床单。他们竟敢在上帝的殿宇里拿剥削穷人的钱买酒喝。我的子民啊，亚摩利人虽然像香柏树那样的高大，像橡树那样的强壮，为了你们，我还是把他们彻底消灭了。我从埃及把你们领出来，在旷野当中带领你们40年，把亚摩利人的领土赐给你们。我从你们的子弟中拣选了先知，把你们的青年中培养了离俗人。以色列人啊，那些话难道说错了吗？我是上主，我这样宣布了。但是你们勉强离俗人喝酒，不准先知传我的话，所以我要把你们压倒在地上，压得像满载五谷的车子，咯吱咯吱作响。就算是赛跑健将也逃不掉，大力士也要失去力量，军人连自己的命也难保。
弓箭手站不住脚，跑得快的战士也无法逃命，骑士也不能逃生。在那一天，最勇敢的战士也要丢掉武器，仓皇逃跑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基督信仰的奥秘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是非基督徒无法了解的。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这样的提到：我希望你们知道，为着你们和老底嘉人以及许多还没有见过面的人，我尽心竭力的工作，我要使他们得到鼓励，能够以爱心团结，有那从真知灼见所产生充足的信心，来认识上帝的奥秘。这奥秘就是基督本身，它是开启上帝所储藏着的一切智慧和知识的钥匙。我说这话，免得你们被任何人用花言巧语把你们引入歧途。虽然我的身体不在你们那里，我的心却跟你们在一起。我很高兴能够看见你们循规蹈矩，而且对基督的信仰有坚固的基础。诗篇85篇第8节到13节。我要听主上帝要讲的话，因为他对他的子民，就是圣的子民，应许要赐平安繁荣。总是他们没有回去行这些愚昧的道路，他一定会拯救敬畏他的人，让他的荣耀临在他们的境内。是爱信实相遇，公义和和平拥抱。信实从地发出，公义从天降临。上帝赐给你们好的东西，我们的土地大丰收。公义会在上主的面前为他预备道路。恳求主帮助我们了解救恩的奥秘，能够追求世上唯一的救恩，能够分辨世上许多花言巧语的假信息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